经云：欲获得佛果，学多法不成，唯当学一法。何为学一法？此乃为大悲心。何人具大悲，彼获诸佛法，了如指掌什么？了如指掌矣。从前三同门卡隆巴葛西的一位高徒前来拜见仲敦巴葛西，葛西问他：波多瓦在做什么呢？他回答：他在为数百生中讲经说法，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他就听到他的那个第一位大弟子，然后一直有对很多的这个僧众不断的在讲法，然后他就说这是很好，稀有稀有，就是难得。然后波多瓦葛西在做什么呢？在积累自他的许多资具建造三宝所依。三宝所依的话，佛经呀、佛塔等等这些，仲敦巴葛西有如情一样说，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广巴瓦在做什么呢？他唯一进修，葛西又如前一样说，同样的稀有稀有，那也是一正法。卡隆巴在做什么呢？他总是道义写边用笔来蒙图痛苦。闻此仲敦巴葛西立即脱墨。他听到这个的时候呢，就是仲敦巴葛西就立即把他自己的头上的帽子脱下来，然后合十当胸，边讲边流利边说，极其稀有，他是真正在修持正法。此有许多功德可说。如果现在说，卡隆巴葛西会不高兴的。卡隆巴葛西蒙图痛哭，是因他当时想到轮回中必痛苦逼迫的那些众生，对他们升起大悲心而哭泣的。此外，请瓦葛西讲述诸多此心悲心重要性的原因。朗日汤巴尊者恭敬顶礼，并且说：我从现在起唯修持慈悲心。善知识景厄瓦边脱帽边连续说了3遍，非常好。前面所讲的这个仲敦巴葛西的就3位弟子，3位弟子呢，就是文殊菩萨跟观音菩萨还有金刚树菩萨3个化身所以就是这3位都是非常殊胜的，那么上师也是非常殊胜。但是今天我们在讲这边就是讲那个悲无量心的过程当中，那我们讲这个的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那么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为所有一切众生能够可以在悲无量心的这种发心，是多么殊胜啊！他的上师呢，他们3位的上师，那么就同样的，他的2位弟子的这个一切的这种行为，也是他就说稀有，而且非常重要，而且这也是一个正法所以就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讲到最后的，一直什么都没有做坐在一个地方，用他的这个袈裟蒙着他自己的头，一直在哭。那从我们这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说，正常的一个实践人，一个实践的一个正常人的角度来说的，那一个人在一天到晚在那边哭，那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是哭什么，那应该是会觉得他这个人有问题，那就可能是他是那个精神不正常等等，心理不健康等等各种各样的想法嘛。
而且是尤其是在台湾人来说吧，也是看上师也是很喜欢看笑笑的上师，也不太喜欢看严肃的上师，对吧？所以拍照的时候也是一定要笑，笑的话就比较开心，好像就比较好一点。然后呢，就是见到一个上司，就觉得好像，哇，这个上司很不错啊，一直都是笑眯眯的，笑眯眯的。那如果是一直在那个心里就觉得好像很痛苦的，觉得，这样的时候呢，就觉得好像，哎，这个人修的不怎么样吧，看好像脸上都没有什么笑容啊，所以一直都是在好像痛苦的感觉。那就或者是一天到晚在苦的话，那可能也是。那很多的弟子都可能很不愿意见这个上师，然后就甚至会说一些，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痛苦啊，他不是一个修行人吗？干嘛那么痛苦哈？修行人不是应该很开心吗？会这样讲吗？但是我们修行人为众生的一个这种真正的有修养的，真正的能够可以了解一切众生的痛苦的一个人来说的话，那就是脸上应该也是笑不出来的。那么就过去这个刚刚里面后面讲的就是讲那个朗日唐巴，朗日唐巴呢就是有一个他的这个外号叫就是黑脸，黑脸就是整天到晚就是脸是很苦的那种，那就是他的那个眷属就有给他说过，说上师能不能够可以稍微笑一笑，或者是稍微那个有点笑容，就很多人都说你是黑脸上师啊，他说没有关系啊，人家说什么就说什么，看一看，想一想一切众生的痛苦，我怎么能可以笑得出来呢？他也是讲过这样的，所以就这里面这个巴珠仁波切在这个普贤上师演讲的书本里面讲这些的主要的用意是什么呢？我们今天呢学习的部分呢，就是在那个发菩提心的部分。发菩提心，我们在发心修发心的时候，就是用四无量心的方法去发菩提心的时候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讲的就是比无量心，慈悲喜舍，就是慈悲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两个都是内容都是一样的。Jai